让我们一同领受上帝的话，记载在新约圣经马太福音第5章第9节，和合本圣经第5页，其他版本请看荧幕。使人和睦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称为神的儿子。这时，我们要请本堂陈牧师来讲道，所要讲的题目是江南文化第4讲和睦。我们重新来祷告。慈悲我们的父神，我们向你献上感谢。今天是9月的第1个主日，也是我们今年第5次的圣礼典。谢谢主你的恩典带领，让我们从2011年的年初到如今，上帝你的带领与我们教会同在，让我们能够来持续每一个事工和每一周的敬拜。主，我们今天再一次在你面前奉献自己，求主你悦纳我们在你面前的敬拜和赞美和奉献，也求主的灵与我们同在，让我们再次借着耶稣基督的身体与耶稣基督的宝血，能够得到赦免，得到释放，得到洁净。祷告，奉靠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各位弟兄姐妹，大家平安。平安。今天是我们江南文化第4讲和睦。好，我们来复习一下江南文化的5个口号。第一个是真诚、感恩、给予、和睦、创新。发现我们可能多过一段时间都要再提醒一次，好，我们才不会忘记。我们第一讲是在5月1号，真诚。好，我们用的经节呢，是用到说爱人不可虚假。好，所以我们要强调的是这一些对抗是这一些。好，那我们学习，我们要有一个真诚好的心。第二讲是在7月3号，学习感恩。我们用的经节是凡事谢恩，并且要奉主的名常常来感谢父神。好，那我们所要强调的和对抗的，好，那我们也在感恩当中，我们也知道，好，感恩并不是从比较而来，而是凡事感恩，不是因为我比别人好，比别人强，所以我献上感谢。当我没有比较好的时候，我就没有办法感谢，并不是这样。感谢是我们随时随次都要凡事来谢恩。第3讲是在7月17号，我们学习到给予。我们用的经节是《使徒行传》，施比受更为有福。所以我们在这一讲当中，我们学习到8种的给予。我们可以给予赞美，给予拥抱，给予肯定，给予机会。我们可以给予的很多。好，但是盼望我们能够透过这几项来学习。那把日期放上来，就是希望我们能够，你可以从周报，过去这几周的周报，或是到我们教会的网站上面，都可以再一次看到这一些讲到的资料。所以我们不在这边再花时间来一一来复习。今天我们要进入的是第4江南文化是和睦。我们所要强调的，我们一起来读。我们要强调这4项。和平、亲密、互动、柔和。要对抗的是这4项，一起来：冲突、论断、批评和八卦。这是我们所要强调和对抗的。当我们提到和睦的时候，我们就会想起在去年2010年，也就是9月的时候，我们开始的这个和平使者，一直到11月，长达将近3个月，我们有12周，这个和平使者操练的4G。过了1年，不晓得大家还记得这4G？第一个 G 是什么 ？Glorify God， 就是要荣耀神。我们一起说一次，荣耀神。所以我们第一个就是无论如何在冲突当中，我们第一个目标就是要荣耀神，好让这个冲突能够转成一个荣耀神。第2个 G 呢，就是要除去眼中的梁木。好，第3个 G 是要 gently 温柔挽回。好，我们说一次，温柔挽回。第4个 G 呢，就是要 go 全去和谈。好，所以这4个 G 也代表着与人恢复关系的4个步骤。好，透过这4个 G， 我们可以常常来复习提醒。当我们遇到冲突的时候，好，我们就可以当作是一个很好的操练。所以我们也可以来回想，在过去这个礼拜当中，我们是不是有与人发生过冲突？在过去这一周当中，我们是不是有什么和人家有纷争的事情、纷扰的事情？好，如果这个礼拜你都没有回想起来都没有的话，感谢主，你可能是一个很和睦的人。
但是呢，我们今天要在和睦当中继续来学习，而有4点是我们要知道的。第一点，懂得与人和睦相处是灵命成熟的标记。我们一起说一次：懂得与人和睦相处是灵命成熟的标记。反过来说，如果一个不能与人和睦相处的人，他的灵命还不够成熟。如果在待人处事上面常常冲突、常常纷争、常常有对立、常常树立很多的仇敌，他在灵命上面需要加强，需要再加强。在我们教会一向以来，我们教会就是一个强调标榜我们是一个和睦的教会。好，那这是我从2005年来到迦南教会，也深深的这样感受。好，第一次来迦南教会开长执会、开小会，好，让我一个感觉，这里的长执非常的和睦，非常的和谐。好，常常在很多地方参加会议的时候，好，甚至是中会的会议，好，常常也会听到在小会啊、长执会当中会大小声啊，会争执。好，但是呢，在这里开会却是一片的和谐，不是大家都睡着，而是大家都很认真，但是大家好都保持和谐。所以这也是一直是我们迦南教会好引以为傲，相信也是在我们老一辈好的这个长执或是信徒当中好所互相提醒的。好，那所以在我们教会当中好的长执当中好也有几项好就是不成文的约束，好就是在开会当中，大家有话好要当面说，不要私下，不要会议结束之后才在那边指来指去，好在那背后说长道短，一定是当面好在会议当中说完，而且说完之后出去，好我们仍然是和睦，仍然是同工的关系，不破坏关系。第二个就是在我们的会议当中，好大家都尽量学习。我们所开的会回去，好不跟配偶、不跟另外一半做讨论，好，因为很多的时候，好教会的一些会的一些事情，可能就是因为长执回去跟配偶讨论，配偶就开始不自觉，可能就跟其他的会友又开始去串联，所以引发很多的误会。好，那第三就是在我们会议当中，我们学习尊重权柄，也学习顺服权柄，所以这是一直迦南教会能够长久以来保持和睦的关系。好，那我也去问几个比较年长的长老，说教会从什么时候就开始这么和睦了？好，他说没有啊，以前教会开会的时候，也有长老会互相这个拍桌子，好，会站起来叫骂，好，也曾发生过。好，但是呢，在陈道雄牧师的带领之下，好，大家渐渐来学习和睦共处，和睦来同工。好，另外一方面，教会的组织人数变多之后，我们也把组织扩增。所以每一个长老执事都有他该负责的事情，好就没有时间好再去管别人这么多的事情，好那自己要做的事情事工也很多，所以和睦是一个灵命成熟的标记，和睦是一个学像基督的样式。好，在腓立比书的2章1到2节，好，神透过保罗这样子来问我们几个问题，好，这几个问题我们也可以来问问自己。第一个，究竟你们在基督里的生命有没有使你们坚强起来？当你认识了基督，你的生命有没有因着他而变得坚强？第二，他的爱有没有鼓励了你？你的上帝对你的爱有没有带来给你激励，给你带来启发，让你愿意去效法、去学习？第三，你们和圣灵有没有团契？第四，你们彼此间有没有亲爱同情的心？这4个问题，如果我们回想起来，答案若是有，如果有，保罗说：“我要求你们要有共同的目标，同样的爱心，相同的情感和一致的想法。”这是保罗他所给我们一个和睦的定义。在我们要和睦之前，要有同样的目标，要有同样的爱心，要有同样的情感、一致的想法之前，我们有没有因着耶稣基督的生命坚强？因着耶稣基督得着激励，和圣灵之间有没有团契？同时，我们有彼此弟兄姐妹有亲爱同情的心，我们才能够学习到和睦。否则，我们一直想要一昧的想要有共同的目标、共同的意向，但是弟兄姐妹之间却没有亲爱同情，是做不到的。和睦，我们通常又说和平，
所以很多的教会都用和平来当做教会的名称，学习和平，提醒自己要和平。但是呢，和睦，我们在英文当中，使人和睦的人有福了。英文里面就是 peacemakers， peacemakers。所以和睦和平可以用这两个方式、两个角度去看。第一个是使人和睦，就是 peacemaking； 另外一个是维持和睦，是 peacekeeping， 继续保持和睦。但是在我们的新的和合本的修订本，他把这个和睦用使人和睦改成叫做缔造和平。所以缔造和平是这个修订版的和合本所用的这个字，不再是使人和睦，而是缔造和平。意思就是说 peace creating， 一个创造和睦，带来和谐。意义是什么呢？粉红色的字，请大家一起来读：停止追求自我，多去喂养别人。这是缔造和平的意义，就不再是追求在自我，而是要能够去喂养别人，如同耶稣喂养群羊一般。所以当我们能够去喂养别人，能够去关心别人，我们的灵命自然会一再一再的成熟，不再是老是看见自己的需要，看见自己的受伤，看见自己的不满不足。而和睦，我们也常常讲到跟平安、和平会在一起。而和睦的希伯来文是 shalom，shalom 我们会想到是平安，但是呢，它也是和睦的意思。shalom 是指一切的好处，一切的丰富，是一切最高的美善。所以当犹太人他们互相见面的时候，都会互相拥抱，然后亲吻，说 shalom。shalom 除了跟人家道平安之外，意思就是说，好，我祝福你有一切的好处，一切的丰富，祝福你有最高的美善，不是只有指生活上的和谐。所以我们今天我们见面的时候不会说 shalom， 我们会说平安。但是当我们在说平安的时候，我们也提醒自己，这个平安的意义也代表着是一种一切的好处，一切的丰富和最高的美善，而不容许我们当中有各样的恶存在你与你问安请安的人当中。好，是要追求这个和睦和谐，追求这个好处，互相的好处和丰富。所以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提醒，在我们的和睦的学习上面。第二点，和睦不是不争吵，而是公义的果实。请我们一起来说一次：和睦不是不争吵，而是公义的果实。很多时候，很多的和平和睦是表面的和谐，那是台面上的和谐，但是到了台面下一揭开，非常的难看。有时候大家和和气气，没有争吵，可是呢私底下却是勾心斗角，这是非常要不得的事情，比冲突更加的糟糕。就是我们在迦南文化第一点所要对付的，就是这个假冒为善，是这个虚伪和虚假。耶稣最痛恨这样子的人，以为自己很和睦，以为自己很和平，但是内心里面一点也不和睦，一点也不和平。使人和睦，并不是要逃避冲突、回避难题，或是假装问题不存在，当成好好先生，或是因为害怕而把问题、把事情讲出来，这并不是和睦的意义。我们可以来看耶稣，他是和平的君王，是和平之子，但是耶稣从来不逃避冲突，不会因为说与真理这个悖逆的事情，为了和睦和谐，他就当作没有看见，然后就禁止嘴巴不说。有些场合，他甚至为了每个人的益处而去激怒别人，去得罪别人，在所不惜。因为他不是为了和平而已，而是为了追求更重要的公义。以赛亚书32章17节，我们一起来读：公义的果效必是平安，公义的效验必是平稳，直到永远。公义的果效必是什么？再大声一点，公义的果效必是什么？平安。公义的效验必是什么？平安、平稳，都跟和睦、和平是有同样的意义、同样的意思，但是它是由哪里产生出来的？由公义产生出来的。一个没有公义的和平，一个没有公义的和睦，是虚假，是神所厌弃、神所厌恶的。如果在公平、
公义的前提之下所带出来的和睦和平，才是真正神所喜悦。这是以赛亚书神就已经所启示。更早之前诗篇也这样子说，85篇10节，我们一起来读：慈爱和诚实彼此相遇，公义和和平彼此相亲。慈爱诚实彼此相遇，公义和平彼此相亲。英文里面是 kiss each other， 互相接吻。谁跟谁接吻？公义和平互相接吻。所以在今天我们长老教会有参加这个全球普世的会议当中，都会提到这个主题，就是 just peace。just peace 这个英文是从哪里来？好，你在字典里面不容易查到这个字 just peace， 它是从 justice 还有 peace 这两个字结合起来。你可以把 just peace 中间加一个空格，或是把它连起来。但是呢，意思就是指一个新的意义，不是只有 peace。过去常常这样比叫做 peace， 但是这样比 peace 的时候，有的人却是在不公义当中的 peace， 所以没有得着真正的内心的平静平安，而所以要前面加上一个 justice， 在一个公义之下的 peace， 这才能够带来永远真正的和平平安。所以和睦不是一个不争吵的现象，而是一个公义所结出来的果实。第三，在冲突当中要学习和睦的功课。我们有7点是我们在争吵当中、冲突当中可以来学习。我们很快来看，第一个就是当我们与人要谈话之前，先与神谈话。先与神谈话。当你要去解决问题，当你要去跟人家对峙的时候，你先跟神说，先跟神来问。大部分的冲突都是根植于没有被满足的需要，而这些需要很多的时候是只有神自己能够来满足。很多时候我们为了争吵、冲突，是因为一个需要没有被满足，但是这个需要并不见得是我们人所能够达成的、所能够触及的，唯有神能够去满足。所以我们要去解决冲突，就是要解决需要，去完成一个满足。但是我们更需要依靠神，依靠神的帮助。雅各书4章1到2节这样说，我们一起来念：你们中间的征战斗殴是从哪里来的呢？你们得不着，是因为你们不求。在教会里面，我们也会有征战，在教会里面有时候也会有斗殴。像最近牧师就参与了几个信徒跟信徒之间，或是弟兄跟姐妹之间的一个冲突的一些问题。但是这些征战、这些斗殴是从哪里来的呢？雅各他的结论是因为你们没有向上帝祷告，因为你们没有向上帝求，所以才会引致这些的纷争、这些的争吵。所以我们要记得，与人谈话之前，先与神谈话。第二，在冲突当中，我们要采取主动。不论你是得罪别人，或是被别人得罪，神都希望你能够采取主动。我们一起说：采取主动。有时候我们想说，他得罪我，他要跟我道歉，好，我就不说话，我就看他什么时候跟我道歉。神不要我们这样的心态。虽然我没有去跟他吵，但是神也希望我们能够采取主动，而先去找对方。圣经哪里有说呢？马太福音第5章23、24节，我们一起来读。所以你在祭坛上献礼物的时候，若想起弟兄向你怀怨，就把礼物留在坛前，先去同弟兄和好，然后来先。这里有一个先，然后有一个先后的次序。神要我们先怎样和好，再来敬拜，再来奉献。所以这是我们自己常常要学习的提醒功课。今天你来敬拜神，今天你带着奉献要来奉献给神，你有没有先去与弟兄和好？后面又说什么？若不这样做，好，神就不悦纳我们所献上的。你这么辛苦的奉献，但是却没有得到神的看重，是很可惜的。因为神不要我们被动，神要我们主动，而且特别是当我们要来到神的面前。第三，同情对方的感受。同情对方的感受，意思就是多听少说。一起说一次。多听少说。冲突当中最常看见的就是他一直要说，
然后呢，他也不等他说完，他也要说，哇！所以如果有3个人，他也要说，每个人都要说，没有人要听，大家只想说，这是人最软弱的地方，没有人愿意去听，没有人愿意去倾听，去同理。在我们要尝试解决事情之前，让我们先学习聆听对方的感受，不是听他说什么话，听他心中的感受。你现在的心情是很沮丧吗？你现在的感受是很悲伤吗？是很孤单吗？还是很恐惧、很害怕？去听出对方的感受，因为有时候他并不是这样表达，而他的内心真正的需要是他需要有人去安慰他，需要人去陪伴他，需要人去听他。但是往往的时候，我们只听表面他所说的话，却没有去聆听对方的心里面的感受。腓立比书2章4节这样说，我们一起来读：留意别人的事，不单是自己的事情。你有没有去留意别人他心中的感受？不是只有留意自己的感受，我去留意他的感受，那谁来留意我的感受？但是很抱歉，圣经就是这样写，他就是这样子规定我们要去单顾别人的事情，不要单顾自己的事情。第4，承认自己在冲突中也有份。很多时候我们处理冲突的方式，越处理越制造更大的问题，越处理越制造更大的伤害，是因为我们也是软弱，我们自己也陷入在其中，我们并不完全。请跟牧师说一次：我并不完全，我也有盲点。如果你承认，你觉得自己是完全没有盲点，你才有办法去完全解决一个问题。但是我们要先承认，我是一个不完全的人，我是一个有盲点的人。所以当我陷入在问题当中，我看到的问题只是这一个部分，但是可能还有其他部分是我不知道，我没有看见。要学习承认。马太福音7章5节，我们把它用比较通俗的翻译是这样子说的，我们一起来念：先除掉自己眼中的大梁，让视野清晰后，才替弟兄清除眼中的木屑。当我们要清除别人眼中的木屑，可是你自己眼前一块大梁，那块梁横在前面，你根本就看不到那个找不到木屑在什么地方。你怎么挖怎么挖，只是把人家的眼睛弄得越来越痛而已，弄到人家眼瞎了，也找不到那块木屑。唯一是我们自己眼前的这块大梁先去掉，这块梁木先去掉，你才能够容易去看见那块木屑。意思就是说，我们在冲突当中，我们可能也有份，这个纷争可能也是跟我有关，也有可能是因我而起，要常常这样子来反省提醒自己。第5，对事不对人。解决冲突的时候，你怎么说跟你说什么同样的重要。你怎么说，说话的方式，说话的语气，说话的表情，说话的场合，跟你要说的内容一样重要。有时候我们想说，我要说的内容好，我只在意我的内容好，只在意我要说的内容，可是却不在意自己说话的语气，不在意自己说话的表情。你只达到了一半，另外一半你失去了。一直唠叨是没有用的，伤害性的言语永远缺乏说服力。我们一起说一次：伤害性的言语永远缺乏说服力。你只去刺伤别人、重伤别人，你永远没有说服力。你要能够去让别人相信、取信，你要转化、转变，对事不对人。箴言16章21节，我们一起来念：明智人以通达见称，说话越温雅，说服力越强。当我们能够说话越温柔、越儒雅，我们的说服力越强。如果你讲话咄咄逼人，讲话这样子，这个尖酸刻薄，然后带针带刺，你的说服力是没有，因为你只伤害别人，一直重伤别人而已。所以我们学习在冲突当中对事不对人，温柔来挽回。第6，尽量采取合作的态度。和平需要付出代价，有时候甚至要赔上我们的骄傲，付上我们的自我中心。意思是说，在合作当中，我们不要骄傲。好，为什么我要跟你合作？
好，为什么要采取合作态度？你就是来惹我啊，你就是让我不高兴啊，你就是让我不爽啊，这样的话都讲得出来。但是在基督徒当中，我们要学习，要付上代价，把你的情绪付上，把你的自我中心交出来，而不要以自我中心为考量，不要以自我中心来做问题解决的这个原则和主观。马太福音5章9节，今天我们的金句，我们把它做一个修饰之后，你可以更明白它的意义。我们一起来读读看。当你能向别人示范如何与人合作，而不是彼此争格斗，你是被称为有福的。借此你发现真正的自我，并找到你在神家里的位置。使人和睦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被称为神的儿子。但是你可以把它扩大它的意义，当你去示范，就是怎么样跟人家合作，不是彼此的增进，你就是一个有福的人，你能够成为一个有福的人，而且你能够发现真正的自己，找到自己在神家中的位置，称为上帝的儿子，上帝的女儿。与人合作，而不是故意去摆架子，故意去制造纷争、制造冲突。在第3点的最后，重视和好，而非解决问题。我们一起来说一次：重视和好。很多时候，我们只想要解决的是问题，对事不对人。牧师，你自己刚刚所说的，所以问题就是这件事情，我们要尽快把这件事情来解决处理。但是有没有比解决事情更重要的事情？有，就是和好。和好是专注在关系上，解决问题则是关注在问题的本身。很多时候我们只是为了解决问题，但是我们不在意关系。我们可能为了问题，我们可以针锋相对，甚至失去了跟他的关系，断绝了夫妻的关系，断绝了亲子的关系，断绝了我们是同样一个族群的关系。蓝跟绿，他提一个我就反对一个，这关系永远好不了，因为大家只是针对问题，但是呢却没有去针对关系，永远制造对立，永远有争吵不完，永远纷争，永远在冲突当中。和好注重的是关系，关系并不是用钱所换来，关系是需要靠建立，关系是需要去营造。今天在场的每一位夫妻，大部分都不是生在同一个屋檐下，都是不认识，都是从陌生人渐渐培养关系，而这个关系培养到后来愿意结婚成为夫妻，建立家庭，一直到年老，是需要长期的经营。如果只是为了解决问题，那这些夫妻的关系都大可以不要啊！为了孩子的问题，为了工作的问题，为了收入的问题、支出的问题，夫妻可以撕破脸，关系就坦然无存、荡然无存。但是和好注重的是在关系上面，所以就算我们在问题当中，即使不能解决彼此的差异，但是我们还是可以重建关系。有一些问题，或许我们现在解决不了。事实上，在圣经当中有很多问题是当代这些人所没有办法解决的。这个事情一解决，经过了200年，经过了700年，经过了1900年，这个事情才解决。根本我们现在靠自己的能力解决不了。但是我们可以学习的是重建关系，这个关系正确，它可以维持比这个1900年更长更久的时间。但是关系一旦错误，它所造成的纷争也是维持更久的错误。所罗门王他最后没有跟神维持正确的关系，经过了1000年，经过了1000多年，对不起，经过了将近3000年，他还是在一个错误的关系，没有办法去挽回和弥补，是非常的划不来。最后第4点，使人和睦是神儿子最重要的工作。耶稣基督来到世上，最重要的工作是什么呢？
宣讲天国的福音。天国的福音是什么呢？就是你们要悔改，信上帝。你们要悔改的意义是什么呢？就是你们要跟神和好。所以耶稣基督他所传的有这3个，他要使我们与神和好。第二，他要使我们与人和好。第三，他要使我们与自己和好。这是耶稣基督来到世上最重要的工作：与神和好，与人和好，与自己和好。我们说一次：与神和好，与人和好，与自己和好。哥林多后书5章18节，他借着基督使我们与他和好。这个他是基督，第一个他是神，又将劝人与他和好的职分，第三个他还是神，是上帝赐给我们。与神和好，与人和好，与自己和好，不是耶稣基督的工作，它是一个职分。这个职分是谁要做的呢？是我们要做的。我们说一次：是我们要做的，是我们要做的。我们要做神的儿子，做神的女儿，就是要做这3件事情：与神和好，与人和好，与自己和好。当德蕾莎修女得到诺贝尔和平奖的时候，很多记者冲到印度去采访她，说：你对这个得诺贝尔和平奖，你的感言是什么？好，你有什么样的建议可以促进世界的和平？好，大家来考他。好，你既然拿了这个和平奖，那你来回答一下，怎么样来促进世界的和平？促进世界的和平。德蕾莎修女只说一句话：回去爱自己的家人。不晓得你有没有听过？她只说这样一句话：回去爱自己的家人。她说不用去做什么解决饥荒、解决贫穷、帮助第3世界都不用，你也不用像我一样来到印度帮助这些穷人。只要你回去爱你自己的家人开始，与神和好，从自己开始，从自己的家人开始。如果你与家人的关系一直不好的时候，一直处在不和谐的状态，你没有办法去与人和好，你没有办法进一步的去与神和好。唯有从自己，有的人连自己看到镜子都很讨厌，看到镜中的自己都很不开心，你更需要去学习。在我们这一次的圣礼典当中，本来有一位青年，他也要报名受洗，是第1代。但是呢，当我们在面谈的时候呢，他说他已经写报名表，他要受洗。面谈的时候，我问他说：你的家人知道这件事情吗？他说：我没有跟我的爸爸妈妈讲。我说：哈，你没有跟你的爸爸妈妈讲？他说：我已经20岁，那我的爸爸他也没有很反对，他只是叫我大学毕业之后再受洗。但是我当场就拿起电话，就跟他的爸爸在通话当中去跟他父亲谈很多，就是他父亲其实对基督教还是有很多的存疑。虽然他知道他的女儿来到教会有很大的改变，他知道他的女儿来到教会，原来他是一个很忧郁，才住到这个桃寮里面去，但是来到教会短短一个暑假2个月，他就不需要再去看医生，他就好很多。但是他一直没有办法跨越，而且这也是他没有跟他女儿所分享的，就是几件事情。第一件就是他说他自己提出来，说如果我女儿受洗，那他以后是不是就不能去庙里面？他以后是不是就不能去庙里面拜拜？我跟他说对，但是我要跟他解释为什么？因为当他受洗接受上帝，他就拜到最大的神，所以他不需要再去跟其他的神明打交道，他不需要再去问候其他的神明，因为最大的神已经接收了。当我们去找了总统之后，我们就不需要再去跟行政院长打交道，不需要再去拜托立法院院长，因为我们已经找到了总统了。所以你只要找到那个最大的，你就不需要再去拜其他了。第二个，他说我的那个爸爸说他阿嬷会知道会很生气，虽然爸爸的愿意，可是阿嬷知道会很生气，因为我们家一直都是拿香的。那我就跟他说，但是呢，在圣经里面告诉我们要孝敬父母。其实基督教是最注重孝顺的宗教，是最注重，不是等到死了之后才在那边拿香，才在那边拜，
而是在生前就要去孝敬。好，圣经是说孝敬，不是只有孝顺，你孝顺还要加上尊敬。所以基督教是最孝顺。你可以来看看。第三，他又说他的疑虑。第三，他说他很担心，就是他女儿，因为他没有儿子，女儿如果信基督教，这样子他跟他太太死掉之后，就没有人去拜他。好，然后他终于讲出他的心中好的疑虑。好，跟他说，哇，这更不用担心。好，当你信基督教，好，只要你受洗接受上帝，好之后，上帝就把你迁到上帝的国度当中。所以你的事情就是谁的事情？上帝的事情。你的家人就是谁的家人？就是上帝的家人。你怎样爱你的家人，上帝也照样爱你的家人。所以你根本不需要担心。所以这个爸爸就说他就开始在有点松动。好，那如果女儿好现在洗礼会怎么样呢？好，他就开始有点这个就不再那么排斥，就不再这样对立。但是后来我还是让这个同学回去跟他父亲沟通。好，只是虽然这次他还是没有鼓起勇气好好的跟他父亲沟通。但是我们还有下一次。但是我在这边要讲的，要表达的是，很多时候我们基督徒在家中，特别针对未信的，我们在制造对立，我们没有带来和睦，我们没有去真正发现家人的担心和疑虑，反而让他们一直来拦阻你来到教会，拦阻你不能受洗，是谁的责任？然后我们都说啊，这是魔鬼啊，这是撒旦啊，好，这是仇敌的工作，好，拼命的祷告，然后求主释放我们的家人。事实上，我们自己也有责任。我们怎么样去跟家人沟通，怎么样去跟家人见证，是很重要的。结论，我们来看，我们要做一个和解的使者。和解的使者，这一段橘色的是我们台湾基督长老教会信仰告白。每一次我们的圣礼点，包括今天，在结束祷告之后，我们都会来念。里面有提到说，教会是上帝百姓的团契，受召来宣扬耶稣基督的福音，做和解的使者。不论是在华语在台语，都是用同样这5个字，是普世的定根在本土，认同所有住民通过爱与受苦成为盼望的记号。对不起，这一段我是贴到台语的，但是意思是一样。这一段话怎么来的呢？我要很快带大家来看。我们现在有一个节期，在2月28号，我们叫做公益和平纪念日。它正式立法成为一个国定节日，在什么时候呢？1997年在立法院来通过。1997年之前发生了什么事情呢？在1989年8年前，台湾基督长老教会发表了一份牧函，然后呢送信到总统府，送信到立法院，说我们要求2月28号能够改名为公益和平纪念日，同时能够把它定为国定假日。8年前立法院在定这个法案之前，长老教会8年前就已经送了一封这样的信进入到立法院当中。然后呢也把这一段信仰告白中间的这一段把它放上去，说这是我们所深信的，我们透过信仰我们有这样的行动。但是呢在2年前什么事情呢？2年前1987年是228事件40周年，当时在台南举办的大游行，那个时候1987年2月28还在戒严当中，还在戒严，但是那是第一次的游行，戒严当中根本是不能游行的，但是那时候却有很多人上街头，里面当中包括很多长老教会的牧师，长老教会的信徒参与在那当中，提倡我们要公义，要和平，所以就有了这样的一个，在2月28之后，那一年的7月，李登辉总统宣布解严，所以今天我们的社会变化得很快，是从解严之后所带来的。但是在1987年又发生什么事情呢？就是这一段前2年是长老教会定出了这个长老教会的信仰告白，就是我们今天所念的这一段，在1985年就已经定出来。这是根据台湾基督长老教会根据圣经、根据信仰所做的一个反省和回应。所以宗旨就是要我们能够成为一个和解的使者，针对228，针对美丽岛，针对台湾的这些伤害的记忆，
我们不是要对立，不是要争吵，而是要成为一个和解的使者，寻找和睦的管道，去成为一个 peacemaking 或是 peacekeeping 或是 peace creating 缔造和平的人。所以以弗所书4章2到3节这样说，我们一起来念：凡事谦虚、温柔、忍耐，用爱心互相宽容，用和平彼此联络，竭力保守圣灵所赐和唯一的心。期待我们能够在上帝的话语当中，能够好好来思想，成为一个使人和睦的人，缔造和平的人。我们同心来祷告。慈悲我们的父神，我们向你献上感谢，因着耶稣基督，我们能够与神和好，我们能够与他人和好，也能够与自己和好。感谢耶稣，你也赐给我们有这样的职分，就是要来效法基督，使人和睦，缔造和睦和平。愿主你将真正的公义、和平放在我们的心中，放在我们的家中，放在我们的社会、国家和普世当中，让我们能够享受公义所结出来和平美好的果实，也成为我们在迦南文化当中最重要学习的根基。这时候，我们要用台湾基督长老教会的信仰告白来告白我们的信仰。我们信上帝创造、统治人与万物的独一真神，他是历史与世界的主，是一生爱和成就。他的儿子从圣灵投胎，由童贞女玛利亚降生为人，成为我们的弟兄，就是人类的救主耶稣基督。借着他的受苦、钉十字架、死、复活，仁爱与公义，使我们与上帝复合。他的灵就是圣灵，住在我们中间，赐能力，使我们在万民中做见证，直到主再来。我们信圣经是上帝所启示的，记载他的救赎，作为我们信仰与生活的准则。我们信教会是上帝子民的团契，蒙召来宣扬耶稣基督的拯救，做和解的使者，是普世的，且根植于本地，认同所有的住民，通过爱与受苦而成为盼望的记号。我们信人借着上帝的恩典而悔改，罪得赦免，以虔诚、仁爱与献身的生活归荣耀于上帝。我们信上帝赐给人有尊严、才能以及乡土，使人有份于他的创造，负责任与他一起管理世界。因此，人有社会、政治、经济的事物，也有文艺、科学，且有追求真神的心。但是人有罪，误用这些恩赐，破坏人万物与上帝的关系。所以人当依靠耶稣基督的救恩，他要使人从罪恶中得释放，使受压迫的人得自由、平等，在基督里成为新创造的人，使世界成为他的国度，充满公义、平安与喜乐。